继续来看民众党做假消的这案，党主席郭文德是提出4大党务的改革，黄珊珊负责善后小组。也毋过，前民众党的秘书长谢立功是认为，黄珊珊应该先甲立委辞掉，专心来处理。郭文德今仔是无公开的回应哦。早起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郑小平嘛去地检署告郭文德违法申报政治现金，佮告黄珊珊做假民调违反选罢法。谢谢。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小平19早起去台北地检署，告郭文德伫总统大选的期间违法申报年额失落916万的费用，嘛告迄当阵的郭文德竞选办公室总干事黄珊珊，也佮有求真民调公司总经理关志武做假民调，想要互迄当阵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无法度当选，涉及违反选罢法。弄了9次，花了1000万啊！民调一份就是10万、20万，你一份怎么100万？而且做出来民调9次都是我们这侯老三，从头到尾主导假民调，意图使侯友宜不当选，我们要告他选罢法。郭文德陷入做假消的风波，党内甲目标指向迄当阵郭文德竞选总部总干事黄珊珊。前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表示，黄珊珊应该先甲立委辞掉，了后来处理，这是较负责任的方式。你没有立委的身份，你还是可以善后啊。而且这个是感觉起来是比较负责任的态度。如果你觉得别人有冤枉你，你可以用律师的身份再做澄清啊。主席，那个谢立功指引黄珊珊担任善后小组的召集人是球员兼裁判，你认为呢？郭文德人伫高雄参加青年部的活动，面对问题伊是真低调无回应。不过郭文德18日嘛提出党务改革，包括财务监督委员会、长期合作的律师团、成立应变小组，也佮有善后小组。其中善后小组是由黄珊珊来负责。不过郭文德将幕僚郭友安质疑讲，这无啥物道理。常常在讲说什么中评会是这个共同的决议、集体决策，但实际上我相信这个决策要做，还是要看皇上的脸色而定嘛。所以今天皇上现在看起来是没有打算要做这样处置，皇上他还是要负起最大的这样子一个责任。民众党下晡会召开查销记者会，党团总调黄国昌表示，郭文德是发现问题，就会去解决问题的人。竞选总部有关报销的代志发生这离谱的错误，当然有必要来善后，会把所有的事查核清楚，让社会大众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